当年曾救驾，此日更承恩。忧国成心急，除奸入梦魂。忠贞千古在，成败负谁论？又有探王子服等4人诗曰：书名尺素始终谋，慷慨思将军复仇。志胆可怜捐百口，丹心自是足千秋。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，怒气未消，遂带剑入宫，来侍董贵妃。贵妃乃董承之妹，帝幸之，已怀孕5月。当日帝在后宫，正与福皇后思论董承之事，至今尚无音号。忽见曹操带剑入宫，面有怒容，帝大惊失色。操曰：董承谋反，陛下知否？帝曰：董卓已诛矣。操大声曰：不是董卓，是董承。帝战栗曰：朕实不知。操曰：忘了破纸修诏耶？帝不能答。操斥武士请董妃至。帝告曰：董妃有5月身孕，望丞相相怜。操曰：若非天败，吾已被害，岂得复留此女，为无后患？福后告曰：贬于冷宫，待分娩了，杀之未迟。操曰：欲留此逆种，为母报仇乎？董妃泣告曰：岂全尸而死，勿令张禄。操令取白练至面前。帝泣谓妃曰：卿于九泉之下，勿怨朕功。言讫，泪下如雨。福后亦大哭。操怒曰：犹作女儿太耶？是武士牵出，勒死于宫门之外。后人有诗叹董妃曰：春殿承恩义枉然，伤灾龙种并时捐。堂堂地主难相救，颜面图看泪涌泉。操欲监公官曰：今后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五旨，折入宫门者斩。守御不严，与同罪。又拨新妇人3000充御林军，令曹洪统领，以为防察。操谓程昱曰：今董承等虽诛，尚有马腾、刘备，亦在此数，不可不除。昱曰：马腾屯军西凉，未可轻取，但当以书慰劳，勿使生疑，又入京师图之，可也。刘备现在徐州，分部及剿之事，亦不可轻敌。况今袁绍屯兵官渡，常有图许都之心。若我一旦东征，刘备势必求救于绍，绍趁虚来袭，何以当之？操曰：非也，备乃人杰也。今若不急，待其羽翼既成，急难图矣。袁绍虽强，士多怀疑不决，何足忧乎？正义间，郭嘉自外而入。操问曰：吾欲东征刘备，奈有袁绍之忧，如何？嘉曰：绍性迟而多疑，某谋士各相妒忌，不足忧也。刘备新整军兵，众心未服，丞相引兵东征，一战可定矣。操大喜曰：正合吾意。遂起20万大军，分兵5路下徐州。细作探之，报入徐州。孙乾先往下陪报之关公，随至小陪报之玄德。玄德与孙乾计议曰：此必求救于袁绍，方可解围。于是玄德修书一封，遣孙乾至河北。甘乃先见田丰，具言其事，求其引进。